Délégation père également venue tout droit d'Asie, puisque Taïwan est à l'honneur sur là aussi. 咁所以今仔日即个嘉年华唔是正式的出军，阮嘛无开讲上马，所以阮就用这种的形式，来甲观众做一个互动，宣扬台湾文化。Très belle performance, les costumes étaient très jolis, les danses aussi. On n'a pas l'habitude de voir ce genre de danse en France, donc c'est très plaisant. Super, we love it. We enjoy every moment. 2023年2月份，高雄第二店吉盛堂的家长团受邀请参加法国尼斯嘉年华会，这是咱国内北家长头一届徛上欧洲嘉年华的舞台，精彩的呈现，让外国观众学了个会搭子。虽然北家长是为市民服务的顶头，不是职业表演的团体，也毋过会当互传统的民间艺术加上国际舞台，或者认为有重大意义。即嘛真侪民众会认为讲迄叫八家酒啦，其实你也知影。家常演出是包括着这个民谱的彩绘，包括民族舞蹈，包括武术，包括雕刻，搁咧包括咱民间的工艺，所以伊是真典型的一个咱台湾民间的这个艺术。迄当时家长团毋那伫嘉年华游街，嘛受邀请到法国里昂国家舞蹈中心演出。Here at the CND Lyon,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have been here, and I thought it was just wonderful. It was so beautiful to be immersed in your culture. It was a real learning experience, I think, for all of us. 对于家长团的成员来讲，会当互外国观众看到咱特殊宗教的顶头，欣赏咱的文化，因是感觉真骄傲。是咱跳顶花，足侪人拢围伫边仔看。会当甲伊分享咱家台湾的文化，这道来法国上重要的代志。跳家长，对阮来讲是一件会当互阮骄傲的，且阮会当用一规世人去努力来这样代志。林木贤老师嘛讲，传统艺术搬上国际舞台上重要是爱保留核心的精神，嘛爱遵守禁忌。北家长行出台湾，通互世界熟悉咱台湾的民间信仰，嘛愈较认捌台湾。记者综合报道。